Giết約翰福音4第8節咁樣講到，係嚟什麼愛都唔係上帝，因為到上帝都係愛。Giết約翰福音4 19節咁樣講到，切家愛因為上帝先愛切家，咪意思切家係要集愛喺心中呢，表示上帝先愛切家，因為上帝都係愛。Giết約翰福音4第10節咁樣講到，呢一處係叫嘅愛。咩切家先愛上帝，但係上帝先愛切家，家嘅政治上帝先愛切家，你點下起？因為到上帝派家嘅到嚟到世間，火切家嘅罪惡透過耶穌基督嚟到世間，時勢十字架，3月1號誕生，贖切家嘅罪，擔切家嘅罪，為家嘅愛安排嘅愛嚟到世間，時勢十字架。為了擔切家嘅罪，切家信了上帝，有上帝嘅人，熱天有上帝嘅愛，你心中你哋愛獻出去，本人人好期待咧上帝嘅愛，阿門。